诶，会当起过啊。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即马今仔日是迄个第227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啊，就是阮是金南书院，就是伫加州北加州这边一个无趣谈的一个组织，就是主要就是爱吹沙这个台语文啊。这礼拜就是邀请到几若位少年人嘿，真正是嘿，较稀罕啦嘿。咱论坛就是平常时是较无嘿，遮尔少年的朋友来斗阵来这个分享吼。啊，因就是有2位，就是这台的台语文社的社员另外一位是这苏台的台文系就是头一位是林以晴过来是尤廷雄过来是齐丁瑞哦啊，这礼拜就是邀请因来甲大家分享讲这即卖伫台湾的大学生这台语文的环境是生做什么款好咱都来起过都罗环还是以前你这边分享这东亚片诶，安尼有法度敢有关系？有有有啊。等我所以即马就咱开始啊。大家好，阮今日要来讲的主题是即个大学生的台语环境。等下我会先做头一个介绍的。我即马是台语文社的社长。接来是尤天祥，伊是阮前一届的社长。上尾也是徐廷瑞，伊是苏台文系的。有即个分享大学生的台语环境的机会，所以就邀请最大文系的同学。伊嘛有家己有咧做一寡事工，所以可能会讲较多元的物件。头一个就是台语文社的介绍。我先自我介绍者，我叫林以晴。我是高雄桥仔头人，即马是台大机械系2年佮有台语文社社长。因为甲即2位学长比起来，就是接触台语文的时间也无遐济，所以可能无影响你的处理也是足多元的经验。我目前的一个兴趣是报道文学，佮有儿童文学。我之前捌参加过迄个公司台语台的学生主播的竞赛，毋过尾也是比处，所以我佮有我有写过迄个即马国中的台语朗读比赛的演讲稿、朗读稿，佮有我之前捌参加过高雄文学馆的一个活动因尾有要甲我的文章收入去嘛是台语课本的一寡补充教材，所以应该是写较侪甲学生还是细汉囡仔较有关系物件。阮社团的活动就是差不多分做主要3个部分，就是一般有社课再来就是一寡特殊的活动尾仔是一寡摆摊，还有做社会运动的物件。阮一般的社课是伫咧逐礼拜四暗时7点到9点，伫咧大校园内底。这是阮这学期的社课安排。差不多拢是前半学期的安排一寡较轻松的活动，就譬如讲分享会、交流会，佮有算总联赛来学台语，就是阮拢会安排一节课是算游戏，之前有算过乐语，佮有一寡拍电动，就是台语相关的一寡游戏安尼。有诶嘛无一定台语相关啦，就是阮家己就兴就看社员有兴算啥物件阮就甲做台语版安尼。再来就是有会请专家来演讲，通常拢是一学期6节。尾就是陈宏辉老师的课，阮会请陈宏辉老师来上一寡文学选读安尼，就大概逐学期拢是即款安排。
所以主要就是有一寡交流的活动啊，大概占一半的上课啊。我头拄讲的就分享会、读册会、拍电脑啊、算倒椅啊，会安排伫咧学期的头期先就是也较轻松活动，主要是要互大家互相熟悉，而且一学期初开始的时阵是新的社员上侪，啊，就互大家当互相熟悉，因为感觉其实来阮这个所以，阮要提供全台语的环境，互大家来参加，主要也是爱伫遮交朋友，就是你若有伫遮交着嘛是台语人朋友，才会当用台语来比如讲约出去佚佗啊，还是开讲，还是伫线顶安尼。所以主要我是希望大家人来遮交朋友。啊，若即家己有固定的，拢是在文科啊，还是台语人的朋友，你才会当伫生活中去真正去使用这伊。啊，啥咧就是专家演讲，主要的原则就是全台语就好啊。所以无共恁迄个人拢会当拢足欢迎的啊，因为有关心即个台语的，可能大部分拢是譬如讲文学，还是一寡历史系教授安尼。啊，阮是希望会当有较侪无共恁迄个人，啊嘛共款用台语来进行，就是介绍因的专业知识，互大家知，安尼应该是较大家知影讲就是台语，伊是会当去应用伫咧无共的场合，就无一定的确原来是台湾史啊，还是文学相关的物件。所以我感觉啊，毋过因为阮熟悉的老师就是最有限的，大家通常拢是人文社会科系的，所以可能会当阮熟悉啊想着会当去邀请的人，大概就是即款类型。嘿，毋过我是希望会当有更加一个机会。啊，主要我这就是全台语，所以大部分的甲主题比起来，我家己咧跟讲者会邀请讲者的标准就是爱台语好，因为就希望卖就是一直去测去华语遐，因为阮就是爱主要要提供全台语的环境。啊，毋过譬如讲阮顶学期有邀请迄个汉诗就是台语汉诗的老师，啊，毋过伊就是定定拢会测去华语的。台语对伊来讲，就是咧写作的时阵，咧汉诗写作的迄个语言俩，所以就我感觉，主要的标准就应该是就是爱看台语的面。啊，我即学期是请迄吴俊元教授，伊是阮台历史系教授。啊，会邀请伊是因为我捌伫咧听上伊讲，伊捌伫咧迄个台讲台语，看过伊的名，啊就感觉讲哦，伊有咧写台语诗，啊个是阮台的教授。啊，毋过我尾写配合伊的时阵，伊讲伊毋是迄个人，因为毋知啥物人甲伊讲咩共词。啊，毋过所以伊其实是袂晓台文的。对，因为这个美丽的误会，邀请伊来讲一寡转型正义，因为伊的专业是战后台湾史。啊，另外一个是郑清宏主编，伊是即摆正义出版社的编辑。啊，就是讲一寡台文编辑甲写作的理论。啊，上尾来就是东方会老师的课，阮社团头期先邀请老师来是教一寡较基础的，比如讲罗马字还是。基础的台文呢，啊，毋过尾仔就感觉讲，因为阮在台内底嘛有开就是基础的台语文的课，而且佫会当去师大授课，所以师大遐有台文系，所以这些主管其实拢做交传，所以阮尾仔就是改做文学选读课，因为我感觉就是知影讲台文文学这个代志对台语伫咧你心内的迄个位阶的提升，就是伊毋若是一个语言尔，伊家己有伊文学史啊，有台文作家，所以我感觉介绍这互大家才是最重要的代志。啊就是差不多拢是即款安排，就是这是旧年顶学期啊，佮有语风艺术，就我有参加社团，即几档诶安排拢是安尼。啊，就是大家以后拢就好个，就是有偌济人会参加台语文社，就因为阮是无咧受社会，所以
所以你若是时间有拄好，你拢会当来。啊，我嘛无咧登记习惯，所以就是一个最主要的环境。啊，嘛无的确一定要是在学生，所以就人就来来去去安尼。啊，通常就是前半学期的人会较济。啊，倒手面顶悬，迄是阮迎新的下课，就这学期上济人来就是迎新下课，迄讲啊过了就是有人就袂来呢。所以也是可以小济啊。这是倒边顶悬啊，正边顶悬是这学期的头一节课，所以看迄人数变化呢。所以我感觉真侪人可能拢对台语有兴趣，就是感觉讲伊想要甲台语这个语言练好，因为伫阮少年内底可能会感觉讲哦，这是一个做新奇的技术，就是若有人台语讲就练转的，我感觉哦，这人就厉害。所以应该做侪人拢对台语本身有兴趣，啊，毋过可能更较侪，譬如讲台文，但是一寡就是语言变换意识干啥，可能就较无安尼，所以就合心社员大概就是10个左右安尼，所以人来来去去，所以譬如讲会较倒边即张是真正诶读册会，顶学期读册会，正边即张就是即学期读册会，就是所以人济时阵会20几个，就差不多20通诶，人少诶时阵就是7、8个嘛，通常有必安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台语本社诶迄 logo， 台台湾就是大概咧，阮咧高诶时阵，就是15个至15个左右啦。这时阵会20通诶，这个时阵就7、8安尼。歹势，我就问一下，就是迄倒手边迄下骹迄张啊，就是你是讲顶学期诶读册会啊？意思是讲，就是有来参，就看起来人是袂少。意思是讲，即寡人就是罗马字拢会晓。我家己社员诶能力应该逐个拢是听有，毋过可能讲无遐认真，就是通常一般台湾诶少年人拢是安尼，因其实拢听有，就是听诶能力应该是袂歹，因为尤其是细汉拢听是人讲，其实是交流是无啥物问题，毋过因可能讲诶时阵较无遐认得，煞来就是读写基本上是无学讲，毋过我感觉若是已经会晓讲了，要去读无介困难。阮当然可能是汉字啊，就罗马字应该无学过啦，是无法度。譬如讲倒边下骹即张是阮咧读蔡培慧诶十项关键，旧年是十项关键诶89年，伊诶原文是罗马字，所以阮就去找伊诶汉字，就好遮个写完直接去读专栏，可能是伤过困难。毋过所以阮会甲迄个文章个写做汉字安尼。我感觉若原地就会晓去直接去看汉字，其实无啥物解决问题。甚至讲阮正面即张是咧读迄1990年代出版诶迄个什物台文工作者访谈录，迄阵诶什物学生对，迄阵诶迄个学生台语文促进会因出版，因其实内底写诶字拢甲即马教育部诶规定诶，其实是无啥相像。有诶会写迄种在啊，你也是当用较罕得看人咧用诶台文字就阮这下课嘛是有新人，就是完全之前无参加过阮诶活动诶人，嘛看就是无接触过台文，毋过伊若是会晓讲，其实直接去看汉字，应该拢有会出。所以我感觉读对伊来讲，其实无啥遐为难代志。所以阮迄下课就是头都安尼安排，就是交流活动是互恁交朋友嘛，所以你讲大家应该是听即款诶课程可能较侪是读物件所以要写可能就较困难，
因为写就是你家己真正会晓代文啊，有咧使用这个文字系统，所以较无写物件。啊，阮这学期是有写写刊啦，啊，会放伫后壁介绍。啊，还有除了野心才可以话，就是农林赛啦，还有算倒椅，就是迄算物件，这个课人嘛是介济，安尼。啊，特别会较迄张是阮这礼拜才大结束的，就是迄个邀请陈庆光老师，不是邀请吴宗元教授来演讲的迄节课，啊，人数差不多就是安尼，15个啊。至20个安尼，啊，这边是当我老师上课的经验，嘿，嘛是当我老师上课诶，头一节课嘛是人啊，嘛是介济按个，因为因可能会感觉讲哦，这是大文学，就是有诶人是要学写字诶，可能爱为基础开始学，所以嘛是来一节课了，可能就袂个直接来啊，我就建议伊去找迄个家己咧开迄国际学生错台语安尼，可能较适合。啊，再来就是阮个有一寡特殊诶活动，就是一学期中间，那是通常拢是受到别人邀请，因为有诶时阵伊若是要办一寡面对大学生诶一寡台语活动，就是头起先就会想到，我就是会去找小找台语文献安尼就找着阮诶安尼，啊就有这个邀请啊，佮有演讲是导览的机会，拢就是啊，嘛有一寡是阮家己去报名，是阮家己会办，比如讲这个大梦的电影包场，就是阮家己想着要去报。有诶嘛是有诶，其实因有诶邀请有活动嘛，无一定是面对大学生，就是照阮这场地来办互一般民众参加啊。这是我在做社长诶时阵，阮办过顶学期办过活动，就是有一寡台语导览嘛，是一寡讲座，伫大家安尼，阮就去做遐协办。啊，这学期目前是办过迄个甲蒋渭水文教基金会啊去做迄大条件啊台语导览，啊，佫一个是这学期想到诶，就是无定时诶台语野餐，因为即摆是春天嘛，就有诶时阵天气袂歹，所以就会招大家去野餐。因为有顶下有小话甲讲，就是上课诶时阵伤济啊，是不论是听演讲嘛，是当好老师诶课，较想要较侪机会让用讲诶安尼，就是也可以实践。虽然我嘛是鼓励讲你实践，就是爱生活中你对所有人嘛拢会当讲，啊毋过若是需要一个讲台语，自由讲台语诶环境，起码可以伫教室内听课，所以阮就即下就有办即个野餐。啊4月也有迄个台语现章，即摆出版的一本册，啊，伊的讲座嘛是来找阮，台北场就办一场台北，啊，这还未铺文，所以就啊，毋过阮未来有这个活动。啊，这边这是天上伊咧做社长的时阵安排过的活动，啊，这是迄个公司台语台伊咧录影一寡节目，啊，佮有即迄个是你讲可能较清楚是因等于拢因家己有一个校园诶演出诶即个计划，阮就去甲伊合作呢。这就是阮参加因为阮无咧收社会，所以其实阮一般诶社课就已经有对一般大众来开放啊。这款活动就是无定时活动，毋是社课诶，会佫较侪校外人来，譬如讲这边顶外迄场是阮顶礼拜去迄个蒋渭水文教基金会台语行搭啊，内底可能超过一半拢毋是校外。就是社会人士啊，就是因为这款活动可能有另外铺文啊啥，所以就即个校外的人的分享啊是来报名啊，可能时间嘛是通常拜六礼拜，所以大家较靠伊，若毋是学生的人可能靠伊，所以这款活动拢即个校外的人来参加
下骹是迄个大鹏的台语包场。这场有较特别，就是有请陈老师来讲，因为伊是大鹏的台语记者嘛，就用这来写大家就台语记者来安尼。嘛是做一个好玩的。中就是阮咧办迄个台语野餐，甚至有人带细汉囡仔来，就是可能就是讲这是一般的台语野餐，结果拢对吧，拢是大学生，拢无其他的细汉囡仔。所以就是这款活动的好玩就这上这边是张是迄个公司台语迄个节目，他小台语现实动态，就是捌来这晚场内办过一场。各有另外特别的是阮有700过一寡教学的活动，就是顶学期有迄个天常咧做社长时阵，有办过教外国学生的台语课，因为迄阵应该是就是报常会节，就大有一个类似社团博览会报常会节，迄个办了就是感觉讲足侪外国人来阮的单位，因为其实阮社团的名称毋是台语文社，阮叫做台湾语言研究社。因为迄阵伫1990年代拄成立的时阵，因其实有分啥物台语组客语组，所以阮都有包含客语过顶年因就独立出去变做台客家社嘿。所以阮的社团的名到当然是台湾语言研究社。头段迄张野餐迄张也嘛看到。阮是台湾语言研究社英语就是台湾 Language Club， 所以这个外国人来，就是讲阮遮可能是教台湾华语还是咧研究毋知啥物台湾语言，毋过就是阮就是台语所以就是有足侪外国人来就小了解甲伊介绍讲台湾阮家己有阮的国有语言就Mandarin 是一寡无正的历史组成结构，所以甲这介绍完知了后就有真侪外国人拢感觉对台语有兴趣，因为你来台湾生活应该会感觉讲原来有一个甲 Mandarin 聊一个语言呢，所以迄阵就想要办这个课毋过尾来就是因为主要负责教这课的学长，伊尾来就出国读册所以这个课阮就无够继续，而且我感觉讲来参加的人无讲介济因为台内底嘛有我头头讲伊阮底就开国际学生初级台语这就是当会老师来教的，所以若是比如讲来台教完的人。就建议讲去上这课，对，因为阮家己要教，其实嘛无讲介专业，就是阮嘛毋知影。迄阵有安排一寡基础的罗马尼一寡母音、注音的介绍佮有变调再来就是寡简单的日常生活对话佮单词，所以其实会用教的嘛无讲足济。毋知恁敢知影陈安勇这个人，就是。直接线顶就有名，陈安勇就参加迄个 YouTube 就是酷的迄个中文怪物的这个节目尾仔就足强的，伊就是一个美国人Mandarin 更加就标准伊即摆嘛有咧学台语，迄阵伊就来上阮这节课，就是伊未全开进前，就是所以对阮来讲足神奇的，伊头壳先只是阮实在一个动作，尾仔就变做艺人伊就是来参加这节课了伊到当就是你若有看伊的社群，伊嘛是要咧学台语，毋过伊就无来所以就是阮这节课真正对完全袂晓讲台语的人，可能帮助嘛是真有限，因为只在摆遮2天间，而且阮总共才开5节课，所以若是我爱甲一个完全袂晓外国人教会晓，还是请伊去找单位老师，所以我尾仔就无办这个课我在做社长的时阵，较特别的是，阮有去办一个国校学生的台语考核验，迄阵嘛是来报常会这时阵，是咧台语路的家长的委托，希望讲阮会当伊迄阵是讲，阮内底就有一寡博物馆足有名就是啥物，阮有
7礼拜的博物馆啊，拢固定有咧导览，所以啊，伊听讲台语路迄阵有甲大咧讨论讲敢会当有一个台语版啊啥，啊毋过后来就办袂起啊。啊，我是感觉讲就是因拜托阮去，才会当去推销即个代志。啊毋过就是去甲大的行政去就是沟通，其实是足困难代志。所以阮尾来就感觉讲家己办，因为因的意思就是即马咧互囡仔看即款台文册啊啥，就是拢要了就是互细汉囡仔迄款红仔册，要无就毋过要毋过就是无互迄要安怎讲？因台语咯到搭已经七八档啊，所以即个囡仔拢已经上国校啊嘛3年4年嘛有，所以遐个台文的囡仔册对伊来讲上简单啊。啊，佫无迄款较复杂的，还是较深的内容会当提供互伊，所以因即马咧找即方面做啊，所以阮就办一寡较科学相关的营队，因为因嘛是讲若是看红仔册还是有少活动，一般的活动拢是较人文艺术相关的物件，才会去申请迄个台语家庭计划啊。因政府咧办迄活动拢是即款，所以希望咱有较侪科学啊，是较较深入的知识的教学，所以阮就去办这活动，啊，这就是阮上课的迄个方式。阮有甲地质啊、通拖啊是电，就是寡科学知识啊，拢全台语种。啊，迄阵是我咧写宣传单时阵画的一寡物件，嘿，所以迄大概就是即款内容。啊，我感觉对于阮来讲，因一般咧找台语活动时阵，其实拢因拄着问题是定拢全台迄个台语的比例拢无够悬，因为譬如讲因拜托科教馆去做台语版的导览，我嘛有参加过几场，啊，就感觉讲因其实用台语的比例拢足低，因为伊迄个课程原本就是用华语去设计，啊，讲者原底嘛是华语的，啊，因即番是为着要配合政府咧推销台语家庭，巴拉巴拉，所以因才去甲这转换做台语，所以因其实台语的比例真正足低，而且若即场活动就是面对所有人开放的，比如讲科教馆还是图书馆，因若是有一个囡仔讲我听无。因主办单位因家己嘛无啥物台语知识，所以因就换做华语。而且我去过几场，因嘛是拢尾仔嘛是有足侪台语家长会去甲因 complain 讲哪会台语较少，啊因就讲因为考虑大家咧听有啊啥，毋过其实我感觉主要问题也是迄个讲者本身台语能力其实无够，因为因原底就是华语的讲者能力。所以对我来讲，伊家长嘛是感反映讲，这个课，伊是感觉讲，阮的台语能力真好，因为就汉地就是阮是真正100%拢是全台语上的。啊，毋过我家己是感觉阮办起来较无讲遐尔熟手，而且因为阮所以甲台语这个问题比起来，阮较大的问题是阮袂晓教，就是阮头期因为这是办互国校学生嘛，所以阮头期嘛感觉我应该足简单。啊，毋过你会晓这物件，甲你知影讲要安怎去讲教，其实是有前差的。所以对我来讲，阮台语是无问题，啊，毋过阮袂晓教，所以咧设计教材的时阵，啊，佫有真正徛伫台顶咧教的时阵，拢压力就大。所以我原底有想讲。休歌嘛，咱办，啊，毋过休完我也都无办啊。我是希望休来，因为休来有较侪时间互阮准备，所以我是希望今年休来让机会去办。啊，毋过就是有阮家己的迄个教学能力啊，佫有即个教材的破败拢无讲介真实际上去接触这样囡仔时阵，才知影讲这个物件是甲你想的拢无共，就是譬如讲迄课的时间的。准则袂好势，因为因可能我都一直上课，就是我都上40分钟1点钟即款课，就是中爱安排一寡
一部活动。啊，这拢是阮较早因为无咧接触细汉囡仔，所以毋知影代志。啊，迄是我迄阵休落诶时阵无聊，我咧迄个外国学生诶台语课迄教材画图。我原本想讲，阮可能后学期买办，啊，毋过我也是知影迄个学长出讲，所以我迄阵有帮伊教材画图。教材内容大概就是安尼，就是介绍迄个注音啊、母音嘛，所以其实对外国人来讲，会用学诶物件嘛是真有限。啊，毋过我感觉其实因为就侪人来，阮原底台语本社诶迄个初中，就是1990年代因咧成立时，因其实是一个学生运动诶组织，因拄是咧参加学生运动，所以迄阵人因是已经会晓讲台语啊，啊，因即摆咧推上台语诶权利，啊，毋过阮即摆台语本社变做我咧教一人台语，就是因为台语程度已经无较早遐好，所以来找阮诶。外国人啦，可能做侪台湾人，但是希望讲阮遮敢有一寡台语教学诶资源，啊，个就变做讲，阮就为一个社会运动诶组织，变做咧教台语，所以就较当然有即款教学经验，我是感觉真好，啊，毋过希望就是教学部分大遐会当就是有较侪资源，就譬如讲我头拄讲就是基础诶台语课是大拢会开，就是我希望社团要是维持一个有较侪去争取一寡台语权利啊，是原底全台语权利安尼，莫个一直去教小完台语安尼，安尼加上无介好。所以尾仔就是一寡社会运动，我头讲头起先这个社团是做社会运动的，就是伫1990年代因是安尼咧成立，迄阵佫有啥物学生台语促进会北中南拢有，甲啥物迄阵诶先台文社，迄阵我毋知敢有台文系，毋过台文社就即个学校诶台文社团拢是咧做即款运动诶。阮社团1990年成立，尾仔伫2005年时阵倒社。个复社是2016年诶时阵个复社，所以今年是阮复社诶10周年安尼。复社了后就变做较侪咧做我头拄讲经过这10冬，其实即摆大家台语能力拢无较早遐好，所以就尾仔就变做较侪头起先迄个单位要素的课是语言教学嘛，真正咧教罗马字甲台语，即摆就变做文学选读，所以就变做较侪文学创作性质较强。譬如讲有读册会，读册会就是咧读一寡诗集佫有所以选读课嘛是变做文学诶课程较侪，所以就变甲做文学研究诶。进前诶一寡前面社长有甲我讲，我咧接学长诶时阵，因就感觉讲，阮应该去做一寡较侪社会运动诶物件。就是真正去改变制度争取权利安尼。因为其实因迄阵2016年复社时阵，迄阵2017年有提出这个国家语言法典法嘛，2019年通过，所以迄阵做一寡就是迄阵台语诶规个环境，还是台语诶权利有一个足大诶进步。即马差不多，因为迄个国家语言法典法，因有提出一个什物国家语言整体法典方案，伊是5冬一届，即马差不多迄个方案就差不多做甲一个抗战，所以即马应该会当搁去争取搁较侪台语诶权利，就差不多这是一个袂歹台面。因为我较早嘛无受过即款社会运动应该安怎去办诶，我训练，因为我是读理工科诶，所以其实像阮高中诶时阵嘛无参加过啥物活动，所以对我来讲这种足青分诶。就是若有活动会当参与，就去报名。所以阮捌去过迄个人权办桌，佫有共生音乐节，就去摆搭。佫有阮大家己有
逐档拢办迄本土演礼拜，就是甲客家社啊，佮有一个原生大，因是原住民族诶学生组织啊办迄个本土演礼拜安尼。就是我感觉讲爱去普及迄个台语，其实是台语议题，伊毋是文化保存啊，伊就是伊是一款权利，伊是基本人权，就是阮有迄个资格用阮家己的母语来生活，所以伊毋是咧讲啥物哦，台语啊是阮的文化，阮经啊保存，就是当然即款感性的方面是有，毋过我感觉。莫想就是去强调讲哦母语啊，因为即个人拢感觉讲即马伊台语伊毋是我的母语啊，就是我的母语就是华语啊，是 Mandarin 啊，就是伊甲台语其实无啥物感情的连接，所以我感觉台语本身就是也是本土言语的，伊是人权，伊是基本人权，就是阮爱所有的语言拢有相像的地位，所以所以我去参加人权报道啊，去参加遮个活动的时阵，我咧推测概念拢是语言变化。就是阮爱甲华语是地位相像，阮争取甲华语一模一样款。所以阮个另外一部分是台语，就是即语言变化，伊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所以因为转型正义是过去的一寡无正确的历史造成的错误造成的伤害嘛，要去甲弥补。所以语言就是一个转型正义，语言变化这个代志是就普遍对所有台湾人造成的伤害，所以你甲台语的生活口建立起来，这个过程重新要找到答案，这就是一款转型正义。所以我迄阵就是有去报迄个共生音乐节，因为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会当去甲台语甲这语言变换台语甲嘉义的白做伙的这个机会安尼。毋过就是共生也者尾仔发生的代志，就是我去看因的迄FB 的 po 文，就我嘛看就是恁遮的 YouTube 去甲抗议，就是共生也者因尾仔有一个念受人遮名单的这个意识，伊是用华语来念的，我感觉其实嘛不要紧，因为另外一个活动就是28.0迄个游行，逐档拢有迄个游行，伊是用台语来念嘛。安尼嘛就好因有华语嘛，我感觉其实嘛不要紧。毋过重点是因讲的迄个理由，你若是时间无够，是骹手无够，就嘛各要讲会通。毋过因讲因用华语来念是为着要尊重历史，因为伊无法度去苛刻每一个受害者，伊咧需要的语言是啥，所以伊就决定用华语。就即款逻辑就是因为无法度达成100%的正确，所以。就来达成100%的错误，安尼，所以我感觉虽然我有想要去加入遮个转型正义的组织，毋过因其实即个本土言决定的即个太阳个就因讲无介好我用去写批去抗议，毋过伊个先 get 袂到阮咧。要求的是啥？就重点毋是讲你一定要用台语，是这个理由想要伤含所以我感觉，毋过我以往感觉讲，就是语言变化甲转型正义议题搭做伙，就是阮这两边的组织爱互相来交流嘛，就是买互转型正义遐个组织知影讲，语言变化是安怎，就是恁做一个转型正义的组织，应该有即款基本的语言意识的地方，所以。就是两边爱互相交流所以我应该若是有机会嘛是去看有敢有即款活动会当参加，爱甲阮即边语言变化才会做一个声音讲分知另外就是因为有甲迄个重心接触，所以因咧摆迄个因为今年有一个抗议迄个中正纪念堂希望甲这个当做一个转变的转型正义，这个活动我嘛有参加，就甲因的迄我搭着即张确实是华语版，就是伊头前互我的华语版，毋过阮有甲伊译做台语，就是规个写面拢译做台语来铺下骹迄是挺向咧做社长时阵，因迄阵有青椒运动因嘛有带学生，因有联合。一个啥名
伊嘛有去参与安尼。啊，想法就是讲，阮即学期咧出的社刊，就是头前一个专题，就是讲即个检讨即个台语政策安尼。就是讲，你若阮有实际去算迄个因诶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内底经费是安怎咧使用啊？迄内底迄个比例就是，台语即嘛问题是艺文真伤悬，就是因咧保存台语拢就，因角度拢是保存文化诶啥，所以其实是有人因有就侪人讲过即个问题，是台语破不官话，就是变做讲伊是一个表演性诶语言，就是还佫有一个需要去保存诶物件，就变做毋是阮诶生活语言，就因无咧关心台语诚做生活语言诶。一般权利，譬如讲，你国会诶直播啊，是法院诶迄个同意，还是病院诶迄款病院服务人员，其实应该去考一寡本土语言诶认证，啊，佫有公务人员，即款足基础诶，就是你若会当甲即个语言带入来阮诶生活当中，阮也是遮诶物件，佫较需要去推上。啊，毋过政府诶方向就是咱较侪，譬如讲艺文表演啊，补助。戏剧啊歌手迄款，就变做台语是一个表演性的语言啊，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传统文化的。我感觉是较无遐适合，就对这个语言的状况无遐尔，就是帮助有限。啊，佫就是这侪人咧讲的迄个阮到当无一个台语政策固定的委员会，所以讲你若近年去看内底所有台语相关的政策，因拢分散伫个什物文化部啊，教育部内底因为分散伫个部共组织内底，所以定定拢爱甲去其他语言搭做伙，所以就是因诶第二张图就是讲，足侪台语相关的政策拢甲体育啊，是甲原住民族语言啥物绑做伙，因为台语就是多数的弱势嘛，所以你若是有补助台语，啊毋过无补助别的语言，嘛有人感觉讲安尼就是台语少文啊啥，所以因为是多数的弱势，所以拢定定爱甲其他语言绑做伙。啊，阮到咱嘛无一个台语发展委员会。啊，另外一个是阮有去统计公司台语台诶 AM 新闻，啊，佮有公司主频道诶晚间新闻，因迄个新闻诶性质诶比较，就是讲台语台你若看这个统计结果，就是阮诶国际新闻是加较少，啊地方新闻加足侪，啊，佮有伊迄内容性质分类嘛是，政治啊、经济拢较少。啊，什么社会生活、教育啊、艺文就加足侪，所以因咧对台语这语言时阵，其实是毋是甲伊当做一个生活语言咧使用，所以我希望去改善迄个问题啊，就伫阮出版的社刊内底就讲着，啊，佮其他一寡是，若是互有一寡较大诶台语诶台语拄着诶问题，还是社会上一寡。到咱要咧发生诶一寡因为所有台语所做诶一寡不公平、无正义，社团嘛，就是咱有机会嘛，希望咱用社团诶名义啊去做一寡改变。啊，毋过我感觉我咧做社团诶时阵，就复杂诶是，有时啊你会毋敢用社团诶口子去讲，因为譬如阮之前荧幕日因超过这问题，应该台语口仔内底人应该大概拢知影啊。迄种阮就写一篇文章去论述这个议题。啊，毋过其实毋来迄个代志尔，就是台语还佫有一个就是譬如讲之前有国会议员、国会立委引用台语去质询的时阵，就互讲是说国务员嘞，就是其实毋来即个代志啊，就是拢有即个台语因为使用台语所面对公不公平。啊，毋过阮毋敢去用社团口着讲，就是惊互攻击。所以阮因为阮甲进前比起来，毋是遐尔明显的社会运动的组织，
所以我家己嘛无做社会运动即个经验，所以有时也毋知影，比如讲某一种想法，想要推啥物款的意见情，还是讲想要伫啥物个议题去出声，毋过毋知影，就是因为无经验，嘛无即个就是进前个学长嘛，无度提供啥物帮助，所以就有想要做，毋过拢做了无交转，还是做了无够好。譬如讲，进前迄个先台因台语开课的即个代志，阮嘛是进前去甲先台学生，还是要找因遐个组织，毋过尾仔着伊嘛感觉讲，就是台才会组织来出声是无啥物正当性，所以就即摆处理家己帮知要安怎处理。所以阮咧做社会运动的即个经验真正是无够济，而且即摆台湾的学生运动嘛是就毋若阮尔，即个学生运动的社团拢倒啊，就是学生运动的环境本来就无好，所以就毋知要安怎进行。毋过我想要去推上即方面的物件。这就是阮迄阵去百大的一寡相片。除了一般的我头拄讲着遐别个景观板凳还是共生啊。阮逐年都有即个社团博览会嘛，社团博览会的时阵就会讲较济迄阮社课是安怎安排介个社团的部分会较济。毋过若是去迄款议题的场合，就是主要拢是咧讨论推上议题本身。所以这项年我去百大的经验其实足济，机会嘛足济，毋过就是会小做一寡调整。若是伫譬如讲重新学者是景观板凳，可能就无讲遐尼济社团本身的事干。个阮有受到迄期8点控的邀请去念迄个台语的啥物个进前天上嘛有去过，就是应该就拢是从台语文社社长，所以主要就是安尼。我也是阮的社刊，就是除了我头前讲的迄个专题以外，阮其他的单元是即我社课记录议题个有其他创作。就大概是安尼，所以若是讲规个大学生的台语环境，就是我感觉正常嘛有改成刚见面时阵就中问即个问题，就是讲大学生即马对台语的意识是安怎？其实我去百大时阵接触到的一般民众，我之前嘛有讲过，其实大学生颠倒较袂遐尔等者我先甲即个摕出来。就是一般来讲，大学生颠倒较袂交往完，就是若有咧做一个台语福建的工作，应该还是伫线顶甲人讲过即个问题，应该是捌拄过即个啦，来讲解吧。其实我感觉大学生对台语的迄个抵抗迄个心情，其实颠倒无遐济，因为可能较早可能爱较有会的人，才有经过迄个就是规个国家是社会拢咧骗取台语，就感觉讲这就是较加介意的啥，所以迄阵的人就是若是来阮的单位现年会人，较济讲就台语是方言啥，这款状况较济，所以等到大学生因其实无遐尔讨厌台语这语言，有诶甚至个感觉讲会晓讲台语人就是会甲台语讲较水气是足厉害的代志。毋过甲即款心情比起来，伊是无关心，就是无关心的人较济。
因就对台语这语言就无感情啊，因想中无捌听人来讲啊，嘛感觉这无重要，所以袂去对抗台语本身，啊毋过因就感觉讲哦，这就是无重要，安尼，所以啊毋过我感觉就我家己伫咧线顶甲冤家啊，还是生活中拄着的人啊，要去甲普及这台语去知识，我感觉这语言边缘的这个意识，真是足阮即摆逐个有语言边缘的意识，真正是袂输迄有雷公弹着样，就是你爱想象。啊，有一天觉醒安尼，你才意识到哦，原来有遮尔侪无公平。啊，你若是迄你讲一寡，你就讲一下性别议题时阵，有人讲性别之眼，就是你若性别之眼开启了，你就看到哦，这个无公平现象。我感觉语言问题嘛是安尼，所以有时阵阮真正是甲人讲甲老烂，伊嘛无啥物就。嘛无啥物足具体的感觉，就知影讲哦，这演哦爱传承，我嘛感觉讲真好啊，台语爱保存啊，啊毋过做恁去保存，啊，而且花时间去教台语学倒转来，其实困难代志，尤其是对即马阮是大学生还是社会人士，因其实足侪人拢是有这个爱台湾的心情，啊嘛感觉讲哦台语最重要，啊伫对抗中华民国意识形态时阵，嘛感觉讲爱讲台语。啊，毋过因台语就是无好，所以爱拄来上班，爱去开时间去甲台语学倒转来，对伊来讲伤过困难嘛。啊，伊嘛有即款意愿，啊，毋过即款意愿无遐尔强甲，因为伊付出时间去报名课程啊，是真正去学罗马字安尼。所以我感觉，就是像中华民国12党的教育。改变你的头脑了，其实是足困难去这机会，无讲去改变你家己的思考方式啊，什么东西爱付出足大的困难，就连我即马，因为我头起先参加台语分享时阵嘛是迄款心情呀，就是我就是要甲台语讲好啊，我感觉甲台语讲好啊，就水开安尼，啊毋过就是尾仔才知影讲有这个语言边缘这个议题，啊我家己咧。实践台语生活时阵嘛是，伊感觉足为难的，因为我的思考啊啥，拢是用华语较直接，啊嘛是用华语咧讲代志时阵，我人上顺，所以当然就是爱付出心血去改变这样代志，啊毋过我感觉就是连我家己是有意识的人，拢做甲遐辛苦。那一般通常就是只是想要甲台语学好的人，应该会搁较拄着困难，会搁较济感觉讲哦，原来是遮尔困难代志做落去安尼。所以我感觉我无救啊，就是阮即个呢，就是受着对方民国12党教育啦，就无救啊。所以可能在做一寡以后，我若是要做一寡继续做一寡台语事工，应该是来关心细汉囡仔，就真正是。爱自细汉就开始有这个台语家庭啊，推销这个台语学校啊，有台语教科书，用台语生活，就是无受着中华民国华语污染的人，才有法度真做真正的台语人啊，去实践这个台湾文化的生活，所以我感觉那是一般伫大学内底做一寡推送，我感觉就是虽然。就是当然有机会，就是爱甲这个议题讲互大家知。啊，毋过，就你真正要改变讲哦，大家人拢来学台语啊啥，其实是足困难的。所以你看台遐济学生几万人，阮社团是20个安尼。对，讲到尾也是淡薄悲观，毋过我想法是敢有人啥问题？就是上尾的时间，若是有问题，大家拢阁会使问啊。若是即马无想到啥物，就无就请这后一位同学来分享安尼。我有一个问题，敢当问
你问啊，嘿，像恁即马才20通岁囡仔，恁细汉的时阵已经开始有个教台语啊，对毋对？伫学校小学的时阵，你感觉安尼敢有效？因为就恁小学有教嘛吼，小学搁到初中嘛有教，对毋对？一节课，一礼拜一节课。就是伫学校教学这个问题吼，就是因为一礼拜一节课，所以其实你要一礼拜一节课，甲一个第二外语学起来是无可能的代志。比如讲，你即马要学日本话还是法国话，你一礼拜一节课，一礼拜40分钟，根本无可能甲这个语言学起。所以我感觉足侪家长会感觉讲，谁人我囡仔送去学校，即马学校毋是拢有咧教，哪会佫袂晓？我电脑根本就毋是学校，就是你厝里遐讲啊，就是你白话对囝讲，足侪人咧，你感觉讲哦，阮遮推出台语是讲到尾啊拢无啥物应效，就感觉讲哦，这按个我感觉上主要问题就是，以后你迄个声音较紧一好无？安尼讲袂，我继续。你讲啊，你继续讲嘿。就是我感觉主要问题真正是就是家庭内底本就爱甲台语当做是生活语言的使用，其实你袂用嘛讲去学校一礼拜40分钟就该学会晓。另外一个问题是，就学校一礼拜40分钟真无够，就是伊华语是一礼拜5节的，台语一礼拜1节，而且华语个考试，所以我感觉足侪。即马政府咧做台语政策时阵嘛是，伊甲华语甲本土语言分开，就是华语是华语，本土语是本土语言。所以你会晓讲啊，你要台语的客语，甚至因搁甲原住民族嘅新住民族，比如越南嘛是，因一寡菲律宾因的语言可能就变成华语甲本土语言去竞争。就是无论阮安怎去提倡这本土语言权利，伊拢袂当着华语即个技能个。所以我感觉对我讲，就是家长家己伫咧厝里爱讲台语，所以就是学校迄个主要的教学语言，那个就是甲华语的这比例，就是你毋若是爱加甲囡仔讲台语，你甲特别去抵抗华语的侵入。还有所以我虽然讲阮即下的囡仔有伫咧学校本土语言，毋过真正是你若是自细汉到大汉，就是拢是用华语来请的，就是学校迄40分钟对我讲就是文化，就是就是讲一点仔有台语这物件台语还是乡土文化迄款的教育，就我讲乡土文化本身是足奇怪的事，就是啥乡土变做阮爱特别去学的物件，就是因为台湾人是台湾，毋是异性，对异性可能是中华民国，所以台湾人对台湾这个土地毋是异性，所以阮爱再去特别去学台湾语言、台湾文化是啥物，所以因为我当然，以阮家己状况，因为台语无咧考试，所以有诶时阵老师可能无甲遐济，譬如讲，若是国校我家己即届是敢若国校有咧教，我后一届就变做高中甲高中来教，所以我今日伫咧国校有上过台语课，老师就是唱歌开讲安尼，所以其实根本袂去教台文，嘛有同学讲，因老师其实有5年6年时阵有教迄罗马字，就是即款老师嘛。毋过我感觉嘛袂用怪老师讲你哪会拢无就教课讲安尼咧教啥？因为学生就袂晓啊，伊就袂晓讲这语言啊。你个教罗马字讲教变调啊啥？其实伊根本就伊连听讲就无法度啊，就是所以伊囡仔听到伤捌。一礼拜40分钟，就真正教无啥物件，所以大部分的台语老师拢是教轻松的，就直接课阮来讲台语，所以那是所以我感觉虽然讲阮即个囡仔有迄个所谓的本土语言教育，毋过阮的台语能力也是渐渐咧
愈来愈慢，甲较侪岁人比起来，就是因为台语真正毋是生活语言，所以。对，这会当理解啦，就是讲像你头拄仔去讲的，咱爱推销台语当做是一个去做社会运动，因为这是政策面会影响足济。啊，就像你讲无毋对，因为你教育部规个也是以华语做主要的语言去处理。啊，像我所知影的，因为我这嘛是顶礼拜知影的消息。咱来台湾，咱去讲的国家语言法出来了后，逐个语言是的经费是半个无共款的部会去处理。比如讲，咱台语是文化部，客语是客家委员会。原住民是，就是讲，这是政策面顶悬，就是有这个检查。嘿，我所知影的政府，我对政府面较知影的是安尼。所以我感觉讲，恁这下呢，囡仔，恁也会当讲吼，对用做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销台语，我感觉这是真正足好的，因为安尼较有才调对监管真正去影响规个台语教育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就是真正是这都爱改变，因为我足侪大部分福建的幼稚总感觉讲就对我开始影响朋友你家己就当开始当然大家拢会当开始对生活中使用台语增加台语当里头。毋过真正是你若是要改变一个规台湾的语言生态，但是制度。就是阮爱有一模一样，甲华语一模一样权利。即个规个台语学校啥物诶，制度建筑。无就亲像阮若即马伫咧地下内底譬如讲摆档还是一个讲座普及这知识，真正是真有限啊！你若是无改变制度，真正是真有限。就是你加个有一个两个安尼。好，无咱就接下来就是后一位是。听上，敢是搁一位分享？嘿，过来是着我，安尼我先来分享。安尼敢有画面？有。好。安尼我就要来分享我的部分因为社长以前伊拄则甲社团的部分拢差不多讲煞，讲甲真交整我刷落来就要来讲授课、生活甲创作的经验上主要是要讲授课这个部分。我是尤廷祥，是桃园南崁人即马咧读台大历史系甲树台大文系是4年像以前拄则讲的，我做过台语文社的前社长伫2023年9月到旧年7月尾就是换以前咧换我的兴趣是写诗有咧发表现代诗伫下骹遮的迄落文学杂志顶悬笔名是温瑞。上主要是会刊伫台江台语甲台文战线这2份刊物。我就是今年休作会伫迄落台湾文学基地算是台湾文学馆的分馆去遐驻传安尼。是会去遐算讲写一寡诗嘛，会办2场台语的演讲。刷落来就来讲先来介绍台大也是讲台大联名。关于即个古台语咧上课的状况，阮应该是2023年，应该是袂记你是顶学期后学期毋过就是应该是我咧看的时有开始做即个所谓的台语文课表，即个台语文课表毋是讲着爱学台语，还是讲着爱教台语才算才会放伫即个课表顶头。上主要就是讲，伊若是古台语咧教课，阮就会甲遮个课就是放伫即个课表顶悬。阮是有甲伊分做3类，应该会当先看青色的也是讲蓝色的。青色的部分就是
算讲互初学者的台语课，啊，这学期是拢拄好是敢若互国际学生的课，啊，毋过阮原来有一寡可能是大学台语，还是讲初级台语，迄是开互台湾人咧上的。啊，黄色的就是讲较进阶的台语课就是原来是古台语来做主题，啊，毋过伊的内容是较进阶是较困难的。啊，譬如讲台语甲台文、进阶台语这课，我嘛捌修过。啊，上尾是粉红仔色的这就是较怎啊讲，就是别个领域的课，伊是古台语咧教，啊，毋过其实伊甲台语无一定遐有地带譬如讲台湾语言甲社会，虽然伊嘛是就是会讲到台语的历史，啊，毋过伊内容上主要也是语言学甲社会学，啊，佮有即个数据视觉化，佮有台语学民法啊，传播遮个课，差不多是安尼。啊，大家当要看卖讲，虽然即张图已经放出来啊，毋过大家原来会当想看卖讲，拄则讲的遮个古台语咧教的课，甲逐门课的量相比平。以占的比例是偌济？阮一学期差不多20门，也是讲10门到20门左右的台语课，也是讲古台语咧教的课。大课程的总额头16000门所以是敢若0.2%，这数字写毋对就是我今仔日早起我才发现讲，我数学无好。迄落应该就是退位退毋对所以应该是0.2毋过原来是真少就是讲就是3间学校咧古台语咧教的课，敢若10门占总额无到0.2%安尼。这是阮今年会出的迄落社刊，拄则以前有讲就是其中一篇文章。过来就要来分享我的授课经验因为我有双主修师大本系，所以其实是有修袂少，就是关系的课，嘛应该爱修，就是袂少课啦，因为就是希望是会当摕到双主修的学位我就甲我的迄落歹势，迄落有方迄落就是甲我上过的课。分做3类就是大本系开课，毋过外系、别系，原来有古台语咧教课，嘛有一种是毋是古台语咧教的课，毋过原来会当伫即种课内面，可能古台语发表意见也啥，等下会当甲大家分享。好，头起先来讲台语翻译实作甲正解，即门课是师大本系柯惠如老师开的。顶对伊嘛有来上就是阮应该是顶学期上的。这是硕士班的课。对，毋过阮拢是迄落学士，就想讲，因为对即个我是对即个主题真有算讲真有兴趣啦，所以就想讲会当先修看卖。反正等下有用，顶对嘛会当分享你就是。做一寡补充安尼，我就先照课程的内容进行的方式，甲基本产生写出来的成果，来简单介绍一下。先讲内容，就是讲伊的算讲伊的课程的目标，就是爱互阮遮的学生了解翻译的理论甲应用，主要是英语甲台语的对译有当时嘛会做华语甲台语对译的练习安尼。进行的方式是老师就是有当时的讲课，嘛有请袂少就是算讲伫业界出名的人来演讲，嘛会互阮伫上课时练习翻译，可能会当大家轮流听就是算讲统一的练习，听一句话翻一句，也是讲。可能放一句英文互大家就是填表单，就是
就是天公要安怎翻译啊，甲你译法，也是讲你翻译出来物件，填入去啊，大家落尾做伙来讨论安尼。啊，阮即门课有一项较重要，也是讲较大诶计划专案是要大家人，也是讲大家人爱做一项翻译诶计划。啊，你嘛会当分组，啊，毋过我甲丁瑞拢是家己一组安尼。啊，就是差不多伫后半学期，阮会就是轮流讨论同学诶计划，啊，就是家己嘛爱上台报告安。啊，我迄阵是选译自伊最后诶诗，迄个 The Last Poems。William Butler Yeats 伊是爱尔兰诶诗人，啊，我迄阵是选译伊诶诗安尼。啊，这是迄阵翻译诶其中一条诗，叫做《政治》。应该是意志伊可能上尾才写出来一条。啊，我想讲，若有用，应该会当，因为即条诗短应该会当读互大家听。政治，迄个查某囡仔徛伫遐，我是要安怎？规心雕治，罗马也是罗西亚，也是西班牙的政治。遮煞有一个有见识的人，伊知影伊咧讲啥话。遐嘛有一个政治家。有读册嘛，捌思考过战争甲战争的警报，因讲的凡世有影啊，想要倒转去少年时，甲伊揽咧听啊，我感觉应该会当小可介绍一个翻译的一寡策略，譬如讲，我看卖头一段就是 How can I that girl standing there， 就是。因为意思的问题，就会甲迄个查某囡仔徛伫遐煞个头前，啊，我是要安怎规心雕治？这算讲，这段就是安尼写会较顺就煞到后壁。啊，佮有讲，战争甲战争，对，上尾按尾算第3甲第4段嘛是，就是 And maybe what they say is true of war and war's alarms。我若是甲伊诶算讲名词刷较头前，啊，过啊这个算讲一个警句，就是算讲变做补充安尼，啊，就是遮个拢会调整。啊，佮有一点是讲，因为英语诶诗，伊是台语嘛是，啊，毋过英语诶诗就是定有即种押韵，啊，因诶押韵甲台语诶，譬如讲歌仔，也是讲中国诶迄落。迄种古典诗无共款，因有因家己诶特色，就是逐条拢无共款啦，也是讲无共诶分类。啊，即条伊是 A， 也是讲，因为即抓嘛算是抓啦，啊，毋过这条无押韵，啊，剩诶有押韵诶，因诶规则是 A，B，B，C，C。啊，我想讲，会当着尽量去甲，就是咧翻译诶时。嘛，甲押韵诶，即个特色嘛译出来所以我就是嘛照即个规则 fix text 啊，这是 D 对，啊，这是 about thought， 安尼就有算讲甲伊倒韵安尼。啊，上尾一个是讲，阮迄阵咧讨论诶时有讲到所谓加料就是讲上尾。即个就是甲伊揽咧听，啊，毋过伊原文其实是无讲到听即个词，啊，毋过有当时，譬如讲为着要押韵，也是讲为着要可能一寡文化词要安怎翻译，迄是另外一种问题。啊，遮是加即种为着要押韵来加料安尼，所以就变做讲加一个听，啊，毋过因为袂去影响伊诶迄种文意所以算是我会当接受安尼。好，啊，即首诗讲煞来讲，第2门课是台语天文学。啊，这是师大开诶课，啊，毋过毋是台文系，应该是大气系诶款，我袂记哩啊。也是因诶，反正因有天文学天文学相关诶系。啊，成功课程诶内容。我感觉即门课
一个算讲，因为伊就是要掠中号，就是讲有的人袂晓台语，毋过是因诶，就是即个系诶学生，有的人像阮即种诶，是对台语有兴趣，毋过对天文学无熟，所以伊就是两个部分拢教。前半学期是先教台罗，后半学期才教天文学。我感觉这就是好有歹，因为我感觉伊咧教台罗诶时，我就感觉足简单诶，就迄落考试拢考了诚好，毋过就是变做讲爱搁去调时间去听已经知影诶内容。另外一方面，天文学诶嘛是讲对因来讲范式伤简单毋过对我来讲就是基本上真侪内容拢听无安尼。毋过范式嘛是一种方式啦，目前安尼范式是会当收到较侪学生。讲进行的方式，上主要是老师会上课，阮嘛会分组讨论，伊无啥物我即摆才想起来，伊嘛有报告，就是要顾台语来讲一寡科学的物件，我迄阵敢若是咧介绍台湾的迄落水利设施相关的物件，毋过我即摆袂记得迄落内容反正其实嘛是有迄落报告就对毋过报告掠外，我若有期中考、基本考，这是阮迄阵分组，一摆分组有迄落，应该是讲有一摆分组讨论是要讨论讲，若要创造迄落外星的生物，你会安怎做？阮迄阵讨论的结果就是安尼，因负责想，因为我对迄落科学的，也是讲迄落生物的理论，也是讲天文学的理论，也是讲知识啦，无啥物理解。我就负责去甲因讲的内容整理做，就是迄阵有想到一只，我应该嘛无甲伊号名啦，就是一只生物，伊的目睭会当扫迄落分子云，我嘛毋知这是啥物意，就是伊敢若伫一粒红巨星顶头，会当喷长的死到足远的所在，就是当伫外太空面就对啊。迄阵基本的成果敢若有迄落基本的报告甲基本的课，毋过我伫上课了后写一首诗，就想讲会当捡遮的天文学的词来写一首诗，叫做《暗光星爱》，是我人生写的第3首台语诗，所以是较早期的作品。好，应该也有闲，我等下会讲较紧，我就我因为这是敢若2首，我就甲这首念读煞。暗光星爱，一群乱草草，亲像光粒生魂的心肝头。一粒毋知当时出世暗光星爱，爱扭曲我的时间甲空间，日日夜夜，故意接近无限的质量。起床的起毛之三长，喙头梦中故事拢是你行愈细愈紧，甲滚如苍苍的离地线嘛吸做，灰暗暝上乌的一个点。我讲爱其实是暗光照青暝的目睭人，看破一切煞风看无，事件世界在世界，人若咧问我的爱到底有偌重，我嘛袂丢毒，就坦白甲伊讲。99亿太阳质量袂振袂动，遮就是有一寡天文学的事，迄阵讲暗光星，也是讲乌空。迄阵阮老师伊是有讲，嘛会当叫伊暗光星，因为伊嘛算讲一种星体。是安怎会号做爱？当然除了迄落爱，就是台语迄落爱的外音其实嘛毋是外音啦，就是即个拼法。就是甲伊古罗马字来写，而且迄落调，迄叫啥？就是声调飘伫后壁因为安尼设计是因为讲天文，也是讲迄落乌空、乌洞、暗光星，伊咧号名时就是
会甲罗马字甲数字连做伙咧写哦，所以我感觉就是有看过有人写啥物，就是就是一个英语的迄个一个罗马字啊，一个数字安尼，啊，我就想讲安尼就变做讲爱。暗光体毋若是爱的隐喻，爱的暗义，嘛会当顾爱来，就是替即粒暗光体来号名就对啊。啊，嘛有写着即个讲雷啊生活，啊，我嘛袂记哩这是啥，敢若是要处讲雷啊的迄个意象，啊，即嘛有迄个事件世界，我迄阵应该知影，啊，毋过我即摆嘛已经袂记哩啊，就是敢若处世界的迄个意象，啊，佮有太阳质量嘛是迄阵有。对，哦，所以就是讲，恁若来问我天文学到底有我嘛袂丢读，就坦白甲恁讲，我已经袂记哩啊。好，啊，刷倒来要讲上尾一问，就是甲莎士比亚做伙读英国史，这是阮即学期修的课，啊，以前嘛有修，啊，这是讲大声，就是讲即门课的老师是林美香老师，伊是管历史系的老师，啊嘛是我的迄个算讲导师就对啊，所以伊是就是等下要讲的，就是嘛甲即层关系有带。啊，即门课主要的内容是莎士比亚伊家己的时代，啊，佮有讲英国世纪800年到1590年的历史，啊嘛有。阮学期尾嘛会搬去安尼，啊，毋过伊即门课其实是国华语咧教的，啊，毋过老师算讲真看重，就是伊的研究甲台湾的连结安尼，啊，即门课的进行方式是老师，就是这是一门3学分的课，老师会先上课上2点钟，啊，有1点钟的讨论课，啊。阮就是迄个课程以外，嘛爱做一寡报告，啊是口头报告，啊学期尾要搬去，这是较重要的，啊嘛有期末课，啊期末的成果阮是还袂做，啊毋过就是应该爱甲伊要求是要甲迄个莎士比亚的剧本改编做戏来搬。好啊，因为拄则有讲，就是老师是管导师，啊，伊嘛真看重伊的研究英国史甲咱台湾的关系，所以伊迄个头一节课，伊就常就是上课进前就迄个问我讲，我敢伫咧，啊，我伫拄好坐伫头前，啊，我着举手，啊，着行活来，伊就甲我讲，敢会当即个剧本。就是译做台语，啊，上课时读互大家听，啊，迄是临时才迄落请我做诶，啊，毋过我就是迄阵，伊是应该是第2节课要刷，就是要下课诶时，哦，才互我读，所以我就是上课时拢咧甲遮个华语诶台词译做台文，啊，尾啊就是有，就是。算讲古代文，古代语来读互大家听，啊嘛，因为即个关系迄阵就有几个同学嘛，讲因对台语有兴趣，啊，上课时讨论的时，嘛甲阮就是古代语来讨论安尼，啊，我就感觉真心实，啊，甚至即个助教伊嘛是，就是讲阮这是阮的讨论记录，啊，因为阮是古代语咧讨论，所以阮嘛是就是。古代文来写，啊，因为助教伊是研究英国伫迄个南洋诶传教诶历史，所以伊会当看到上下较红色诶，迄是写，伊就是讲虽然有写毋着字啦，毋过伊原来是算讲迄个写台文甲我回安尼，啊，我就感觉真好，就是当时虽然一门课可能诶一节，当然这毋是对诶，这毋是所谓。就是正常诶，啊，毋过伊诶意识是华语，咱我那嘛会当去看卖，啊，当然这是较特殊诶状况，因为老师就是甲我有熟知影讲我有对台语有兴趣，啊，就有互我较侪表现诶机会，啊，毋过就是敢若伊是咱家己主动去试，反正嘛是一种方式，会当互台语正常化即件代志，就是
亲身去做就对啊。啊，上尾就讲一寡学校外口的代志环境，就是拄则会有人问讲，除了学校的代志社以外，佫有参加啥？啊，就是台东代志社是开工会，啊，我是高中的时就去的，啊，毋过我即马其实到大学了后，嘿，较歹势，较罕得去因遐，啊，毋过就是大家若对少年人讲代志，就是也是讲。想要甲迄个少年人讲代志，还是讲想要听因一寡故事，就会当去因遐，就是因是逐礼无到逐礼拜，啊，毋过是拜六，就是可能一个月2摆，啊，拢伫拜六暗时8点到10点。啊，我毋知影美国是。时间迄是点，啊，毋过就是迄是关今仔日有一场啊，就是伫迄个阴暗8点到10点，啊，就有2个人会来分享，啊嘛会开讲哦。一般爱看就是有当时是。大家是毋是拢听到有那个？嘿，一定线，哦，可能宿舍网络伤我歹。可能是迄边网络的问题。我打电话互你。好，等者。还是讲丁水先来讲，瑞嘿，顶瑞嘿，小等伊一下好啦。来啊来啊，啊，来啊，我听到对啊，我有台东啊，台东啊，嘿台东啊。安尼好，无剩介济，然后你就继续讲嘿。好。敢若我卡掉。啊，反正就是台东啊代志社，啊，佮有迄个老师的，还是我来话甲你放，啊，你讲，安尼你较袂占2个迄落。哦，有啊。哦，无要紧，我已经出来啊。反正就是迄个理工科的读册会，啊，即马是区分析老师咧带读的。啊，当咧读迄个那春水老师的开会甲结止，啊嘛有订落的歌仔册读册会，啊，就是搁有一个是写作会，汤写作会，伊嘛是今仔日有活动，啊，毋过我应该袂去，因为最近活动伤济啊，啊，毋过伊今年的形式有改变，就是进前是讨论大家作品较济，啊，毋过即马是变做讲。会邀请人哦，变做可能当讲较正式的活动哦，会邀请作者来甲主持人对谈安尼，差不多就是安尼，所以其实就讲煞，多谢。好，多谢啊，过来就顶水，就罗焕丽。安尼有看到我的画面吼？有。好，各位线顶的先进友志，大家熬早，还是大家晚安。吼啊，我是台师大台文系4年的7零类，啊，今仔日想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师大台文系到底咧创啥？吼，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就是一
真应该讲所有诶人知影我知影讲有人读台文系了，社会上一般诶人啦吼，啊，就是会问讲，台文系你创啥安尼，吼啊，所以就是想要来以这做主题吼，通常头一个问题就讲，恁台文系敢是拢讲台语，吼，无就是问讲台文系到底全名叫做啥安尼吼，嘿。所以今仔就想要以这来做主题来讲一个安尼吼。好我本身是台北泸州的人吼，我即马是读师大台文系4年较早捌做师大台文系系学会的副会长安尼吼。我的兴趣甲研究，这今仔日可能较袂讲到啦。我主要是对即个民间文学吼，个传统戏剧较有兴趣算古早人就对啦吼。我嘛捌伫师大歌仔戏社学一阵歌仔戏，毋过我演出几出戏了，我就退出啦。吼，我尾有学念歌甲小步歌安尼。好，这影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搭互大家大家会当看。这是阮进前参加即个学科创意行销影片比赛翕的一个影片安尼。吼，大家若有兴趣会当去看一下。我踮遮就先卖放。咱来跳到遮来，优秀。好，过来就是讲，是安怎我会选台文系？其实我迄当阵本来大学，因为我就是一直拢是较社会组的即款取向其实迄阵本来是想要读中文系，毋过因为阮表姊伊是加我一届，伊有面试台文系，伊面试出来就甲我讲，其实即个台文系嘛，足适合你的我就去查，有影这有合我的开口吼，所以我就尾仔就选台文系其实我敢若一直拢无想遐济安尼吼，回伫尾仔就入来了，真正感觉是即个环境是足合我的安尼吼。首先想要甲大家讲者，就是讲台文系的课程其实是分做3个大方向，就是语言、文学甲文化基本上我感觉嘛是以语言做一个上界基础的一个拍一个地基安尼吼文学甲文化拢是会当发展的方向，虽然毋是每一个人拢像我安尼想的共款啦吼搁再来就是因为要分享一寡大学生相关的台语的事工嘛，所以就先为系学会开始讲起。这是阮系学会 IG 的口座，大家会当扫这个 QR code 去关注一下吼。系学会当然伊是一个以即个促进学生的团结、促进学生的互动为主的一个组织，所以其实系学会学术性无遐尼强，你会当看到遮有出现的遮的物件，大部分拢是因打办煞即个大出游嘛，就是办游览就对啦，吼。毋过伫个我做副会长的时阵，我有感觉讲，就是应该爱做一寡学术性的物件，吼，因为我感觉师大台文敢若名声较无遐尼响，吼，足侪人拢毋知影台文系到底咧创啥，所以我迄阵就做一寡学术相关的代志，吼。搁再来一个真要紧的大家嘛会当先扫即个 IG 落去关注一下，这搁较重要吼，就是台文周。台文周其实是伫个校园内底吼，上届有法度展现台文系到底咧创啥一个活动则要先介绍一下啥物叫做周。周就是讲即个每一个系吼，伊拢会有一个，比如讲啥物幼家系吼，就幼家组吼啥物国文系就国文组吼，啥物安尼吼就是讲即个系因家己做物件，还是讲家己传活动出来摆摊，互大家看安尼吼亲像因今年即个主题就是叫做台文食饭道到时阵嘛有一寡相关的产品伫个即个部分的台语文的实践，是主要是讲亲像阮卖的商品顶悬吼，拢会有台语。拢会有台文，拢会有罗马字安尼而且阮的普文嘛拢是写台语甲华语、双语来对照安尼即个部分我感觉就是真要紧的即个
展现讲台文系到底咧创啥诶一个机会啊。今年因诶商品注文嘛伫要出来啊，所以大家会当多交关安尼吼。虽然讲钱毋是我咧趁，毋过嘛是爱宣传一下吼。我今日做成来迄落招生兼招商安尼。搁再来就是要来讲，我在任的时阵所办的一个活动。其实即个一开始是甲台大嘛，是甲台大合作，就是台大拢有一个拍开台大吼 ，Open NTUS 啊，因为伊有加 NTUS， 所以就是表示讲伊是3号联名在内。啊，拄啊好，因为迄年拍开台大的即个总筹是我自国校啊到即马足好的一个朋友。所以就问我讲啊，恁台文系敢有想要甲阮合办？敢袂记是我甲伊讲，还是伊甲我讲的啦吼？讲要合办啥物活动无？啊，我就想讲，因为台大图书馆吼有足侪即个歌册资源，啊，所以我就来办一个，算讲甲台大嘛有关系，甲师大嘛有关系，而且算讲师大前身是台北高校嘛，啊，个日本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吼，啊，拢有即个研究歌册前辈，比如讲吴秀丽啊、王玉德啊，这拢是为这2间学校出来，所以就以这做一个，其实是牵拖啦，牵亲引戚啦，啊，所以就是以这做一个出发点，来办一个歌册工作坊，啊，办了感觉其实这会当发展哦，所以我尾啊都用系学会的名义啊，家己办，就是我嘛落去做总筹，啊，有真侪朋友、真侪同学斗相共，都来办一个民间文学营。啊，即个营队共款，就是因为民间文学嘛，等者互大家看迄个课表。啊，这就是我迄阵啊请杨秀卿老师的2位学生，啊，有一寡乐师生呢来遮直接现场唱念歌，互大家听安尼。啊，这就是我咧讲课的一个画面安尼。这是阮迄阵啊一个主视觉。啊，伫一寡就是互大家看卖，啊，这是迄阵啊的营队的即个课程表，包括讲有民间文学的讲座啊，啊，佮有一寡因为要互因家己写剧本，算讲写一个小剧本安尼，所以有邀请歌戏的编剧老师，嘛是阮系的兼任的老师来做来讲课，啊，佮再来就是甲大家介绍讲啥物是念歌啊，伫遮唱念歌互因听，啊，尾啊就小组的创作甲迄个发表，啊，其实即个成果我感觉是有比我料想的搁较好真侪，就是我嘛而且嘛经过即个活动，我就对家己落去吹杀即个民间文学的物件搁较有兴趣，搁较有自信，啊，而且嘛是因为有系学会啦，所以才会当有即个机会，无你。普通时啊，亲像讲学生囡仔要家己办活动，其实毋是遐尔啊简单就会当完成的代志。好，这会当跳过不要紧，因为恁伫迄国外，恁嘛拍袂到羽毛球。好，搁再来就是一寡对外的教学，就是讲即个对外的教学主要其实是老师的计划，毋过伊拢是牵一寡大学生入来啊，大家斗阵。就是讲，大家斗阵来筹备，所以讲会使讲是老师带学生伫个即个课程以外，拢抑阁有一寡去实践台语的一寡机会。头一个是即个教日本人学台语，啊，即个计划是我本身无参与到啦，毋过真侪我熟悉的人拢有参与到。啊，这就是阮系的卢美清老师的即个计划，啊。伊主要就是讲要教，就是亲像我顶晚所写的教日本人学台语，啊，因就会家己去准备一寡教材啊，为一寡日常的即个对话啊，个罗马尼亚即个基础，就去教日本人啊，我进前是有去参加因为因有办迄落算讲敢若户外教学安尼啊，我有去参加。我有去斗热烈啦我就感觉讲，其实迄规个气氛啊，佮有即寡日本人因嘛是真热情，想要来学台湾话安尼。佮再来是我家己有参与到的，就是教法国人学台语，啊，这是甲法国的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合作，啊，其实遮的人，因学院的人毋是拢法国人啦，亲像讲我线顶教因台语即个对象是一个是中国裔，就是迄落伊是中国人，啊，毋过伊是踮遐出世的，
啊，另外一个是迄个法国人，吼，啊，因其实拢是学伫咧即个学院内底学中文，啊，而且嘛对台语有兴趣，因为有一个台湾老师，刘典国老师，伊踮遐教台语安尼吼，啊，就是讲即个学生因其实拢是会晓讲中文的，所以阮是用华语甲因教台语安尼。啊，其实嘛，毋是讲完全拢教台语，主要因是希望讲会当透过咱台湾一寡经典的歌、台语歌吼，啊，互因学着内底一寡文化佮语言相关的知识。所以我迄阵啊，就是我就经望春风嘛，因为几啊条互阮经，吼，我就经望春风啊，所以迄阵啊，就是有介绍一寡语法相关的代志啊，佮一寡用词，吼，亲像讲标题是啥物意思，吼，啊，佮即落解，吼，啊，这三字是安那分别安尼。好，啊，佮再来，这嘛是我家己有参加到的，就是有一个台语字的即个网站建立，这是刘成贤老师伊主要咧画的一个工课，吼。啊，即个网站伊其实就是模仿亲像迄个叫做多邻国安尼，吼，就是要互外国人学台湾话，嘿，啊，即个网站其实互我，我家己参与到的一个，就是讲。其实甲外国人要教外国人学台语吼，敢若你你的台语外咬外安怎，迄毋是第一重要，迄是其实是讲你要安怎去透过一个较趣味的方式，还是讲透过一个有英语甲台语对照的一个方式吼，啊会当互因有一个较利便的一个方法来学台湾话安尼。好，啊，大家若有兴趣嘛，会当去查看即个网站。搁再来就是要讲到文学创作吼，亲像拄则庭上嘛有讲到安尼。啊，我个人感觉，伫个台文系内底，伫台文系内底，应该是讲，因为阮自一个入去吼，都接触到一寡文学创作的物件，所以我感觉即个物件其实是影响。以我家己来讲啦，就是接触到台语的文学创作，这对我来讲影响诚深。亲像讲，我伫个1年下学期的时阵，就已经修这台语线文选，这是同款是卢美心老师所开的课啊。阮因为迄阵啊，老师就找我做助教，所以阮就有出一本，因为这是有摕学校的经费啦，啊，就是有做一本奇美的创作集，就是一本吼上深的乡愁。伫个迄阵啊，到伫个迄阵啊，上即节课的时阵，老师有邀请真侪讲者来演讲，亲像有周定邦老师，吼，就是咱就即卖的即个歌仔先吼，周定邦老师，啊，佮有即个王昭华老师，啊，刘警官老师，啊，佮吴国正老师，因拢是真出名的即个作家，是讲国立音乐的即个人，啊，所以我就迄阵啊，我感觉上即节课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足大的启发，就是讲要安怎去看待台语文这件代志，要安怎去写出家己的声音，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真重要、真要紧的一节课。尾啊，我就是嘛家己有写一寡物件啊，包括我家己本身都有兴趣咧写的即个四句联啊吼，所以我伫个旧年的时阵，就用即个写300四句联啊去投即个李江桥文教基金会因的迄个巴黎写台本的比赛，啊，都有摕到优等算头名安尼就对啦，嘿。搁再来是讲电影调查，即个电影调查其实是教伫个课程内底，毋过我感觉这对所有阮有参加到的人，拢是一个真重要的记忆，所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阮伫个顶学期顶学期还是顶学期，敢若是3年啊，我即摆是我即摆是4年下学期嘛，啊3年下学期的时阵，阮修即个蔡慧明老师的即个语音记录甲电影调查的课啊，迄真正是足痟的，就是讲老师直接带大家吼，都直接规团爬去田湖啊做电影调查啊，顺续佚佗安尼。啊，为着要证明讲，阮真正有去片哦，所以我就建2张图，互大家看啊。这是迄个跨海大桥嘛，啊，甲迄个通牛的迄个古城吼，通梁古龙。嘿，我感觉这其实是一个老师爱真大胆啊，真有热情哦。老师爱比学生较痟才有法度完成这款代志。
啊。当然，毋是干那佚佗尔吼。虽然讲佚佗是真要紧嘛吼，咱讲爱哪佚佗哪学吼。啊，阮嘛真正有去做调查，亲像这是阮伫个网湾会体吼，去访问着即个阿公吼，叶成林阿公伊伊的绰号叫做网湾的马盖先啦吼。啊，大家若有兴趣，会当去网络顶查伊的资料。啊，阮就有去录着伊唱的小无歌，我想要放互大家听。较好听的吼，迄首安尼有声吼，好，看尔，你啥？讲人人开花，即条足侪人会晓。人人开花是五条线，本季退来也心欢。天光来做是5点半，日暗要大是日落山。找无阿娘啊，通做伴。新歌袂闻到台湾山。所以我嘛是真正有去做一寡电影调查啊。当然，迄节课嘛学着真侪记音啦吼，亲像阮调查到的迄个腔口，因为阮有2部分的调查，一部分是调查腔口，啊调查腔口就是真正爱学迄个 IPA 落去记音，吼啊一部分是即落。在地的事类啊，还是讲一寡民间文学记录啊，亲像叶阿公伊就是属伫后壁即类的安尼。好，啊，搁再来，因为有头前的即个，其实我感觉这拢是一个因缘啦，就是讲因为有头前的迄个物件吼，即个机会，所以阮尾后有组织一个小报歌的自主学习，啊，即个小报歌的即个自主学习内底都有真侪人，拢是迄阵啊有搭啉去片哦的人。啊，即个就是师大有一个授课的规矩，就是讲，你学生囡仔会当家己组一个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即落课，就是家己去决定家己要做啥物代志。啊，这就是算一个通识的学分安尼。吼，迄阵啊，阮就组一个小报馆的自主学习，啊，就是主要以台北台北地区的即落第三级的即落小报馆为主。啊，阮就邀请到林金城老师啊，来甲阮介绍讲即落小报歌，啊，搁真正去变拿，这是变拿的迄个菊英阿嬷，伊嘛是真出名的念小报歌的阿嬷安尼，啊，所以就是讲，其实台文系的课互阮真侪即款机会，会当去捌到足侪无共款的物件。啊，当然一方面我想嘛，这嘛毋是干那台文系的功劳啦，这嘛是阮遮的学生真正。有即个热情啊会当去做即落代志啊，而且佫会当趁一个学分所以嘛是袂歹啦。啊，佫再来到电视采访，这可能算是较另外的代志就是讲我有当时啊一寡电视的节目伊若是想要真有台语台伊若是想要找一寡学生来甲因对谈啊，都是会来掠书台湾系的人啊。这我敢若看到是我这应该这是第2期翕的，可能改落几人亲像这都是阮系改名其实是个大工程，做完。讲改这物件，对来讲是无效的，是种人讲意识形态物件啊。这集因为这引导的时候我拄好无参加到，啊，我有录头前迄集，啊，大家若有兴趣，会当去找这个 NGO 创啥物伊就我就会当看到有我的迄集头集，算我应该是第1季的安尼。好，过来就是拄则以前嘛有讲到活动的语言的协力，亲像。这是拄则看以前看我才想起来，就是我有去到主持人员办道，所以算我甲即个学姊这是嘛是阮系学姊啊，伊是美容遐个客人啊，算我是讲台语啊，伊讲客话啊，伊嘛会晓讲台湾话啊，阮2个就是算讲客台华3声道安尼落去主持安尼啊，这嘛是算因为是人员办道的迄落种，算讲迄落。后人来甲我招啦，拄好甲我有熟悉，啊嘛是算是一个真趣味啊，而且会当伫个即落公开的场合来讲台语的一个机会。搁再来就是拄则以前嘛有讲到，就是迄落强声音乐节啊，强声音乐节因的迄落即届的即落听讲是迄个触及率触及率上介悬的迄个
底片，是我退印度迄个片头的声安尼。吼，大家会当去查即个 IG，我毋敢听家己的声，所以我就先卖放。吼，啊，佮有即个。伫咧 Spotify 顶悬，因嘛有放因伫咧现场有即个台语的语音的导览，啊，这嘛是阮有一寡阮系学生去斗发落即个录音啊，都是因的声安尼。啊，拄则以前讲到迄项代志，我感觉嘛是淡薄仔拍算啦，但是就是我嘛毋知影要，因为我感觉我敢若对即款。议题吼，拢较无敏感度，我拢一直咧做家己诶代志，所以即个代志我嘛是毋知要安怎去面对较好啊。总是我嘛是有认同拄则以前所讲诶即个代志安尼。我竟然就伫要讲完啊！好，啊，搁再来就是想要以一个物件来做结束，就是讲啥款诶人会来读台文系，啊，读了会变啥款诶人。其实迄阵啊。初入来台文系吼，阮伫咧迎新的时阵吼，抑阁有人会讲迄个闽南语即3字，啊，我迄阵心肝内就想讲，你确定你要来读台文系？啊，迄阵啊，嘛有真侪人，就是拢是安尼懵懵懂懂吼，就是伊分数拄好够，就来读台文系啊。亲像我即款条件要来读的人是较少啦吼，但是我感觉经过阮系的即个。你嘛会当讲是教歹囡仔大细啊！你嘛会当讲是迄个、即个安尼算讲啥？足积极去甲囡仔讲，甲即个学生囡仔讲即个代志了后，我感觉其实亲像因为我最近有咧做即个毕业的纪念册吼，啊，就访问一个同学，其实真侪人拢有讲着讲，读台文系对因来讲是提升一个对台湾文化的敏感度。毋管是伫咧台语诶意识也好，也是伫咧其他诶，亲像讲转型正义啊、性别诶议题啊，因其实拢变做对即款代志较过敏，就是讲当着即款代志，因就会去想着讲，这内底应该有啥物款诶咪咪角角是较毋对诶，应该有啥物物件是安怎来注意诶，而且大家对台语诶腔口啊，吼，对台语诶一寡用词吼，诶敏感度嘛变真好，所以我感觉读了吼，其实大家拢是变做对台湾文化较有热情，对台湾文化较有敏感度的人安尼。好，啊，以上就是我讲的，我准备的一寡有关就是师大的台文系，吼，到底即寡阮即寡学生囡仔拢去创啥安尼吼，啊嘛希望大家会当多多关心，多多支持安尼吼。啊，我的部分就先讲到这。真感谢吼，真感谢。丁兄你想要补充啥？我是要拍扑啊，毋过我试毋着啊。拄则袂记讲一项代志，就是我其实嘛有加减有参加迄个台语文社，啊，毋过我就是一个绕跑的社员，但是我真几久无几摆安尼，嘿。说摆就是因为我即项代志，我较早的时阵都小可舞袂清楚，就是意思是讲。即马诶，台甲师大可能阁有别位诶学校，就是上课甲社团敢有较亲密牵连，无是安怎就亲像正常。应该是讲，因为台甲师大本队就是伫拢会当互相修课，因为阮是算叫三校联名嘛，所以台甲师大诶迄落。人啦，毋管是人啦、课啦、社团，其实迄个互相交流的机会拢足多。啊，而且平常伊是因为伊本来就有来考师大台文系，嘿，啊，所以伊尾也都是有转来上主修安尼。理解，好啊，安尼都真多谢吼，这今仔日就是请3位来，就是少年学生啊，来这边分享吼，真正是。学着真济吼，我就想着我家己伫咧大学诶时阵吼，真正是啥物拢毋捌吼。看恁做遮尔济事工吼，啊，有遮尔活跳吼，真正是感觉都是足甘心诶安尼吼。啊，就是即马是差不多伫要2点钟啊，我看是可能有一寡同花诶朋友，可能嘛是有小可晚啊。那后落来就是看，若是
三位阁有小可一点仔时间，可能就是开放互大家来问一寡问题。啊，无若是有一寡人可能感觉伤忝啊，都先落线嘛，无要紧吼。啊，平涵，安尼敢需要继续录影，还是讲先互录影？好，我先关起来啊。哦，好。啊，敢有啥物就是朋友还是友友有啥物问题想要？